来看台中的成功岭有一个18岁义务役阿兵哥，昨下晡在射击训练并去调枪，头壳内阁有一寡金属的碎片。这阿兵哥经过11点钟的手术，目前的性命现象稳定。即马人是搁伫加护病房，事故原因是爱搁厘清。军方人员立即证实出错日日，台中成功岭地理发生大坝意外，一名机步23女18岁姓肖义务役士兵，当地靶场射击训练，煞不明原因枪击结发，造成姓肖士兵倒面碎裂。院方经过11点钟的手术无情，这个士兵生命现象稳定，也毋过脑部也有真侪块金属碎片。我把出血点都止住了，我没有看到那个金属片。我是不会去切开大脑，好的大脑的表面去找那个金属片，神经就像豆腐一样，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射的时候，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。因为伤势严重，病院目前已维持生命现象稳定为目标，大约需要2礼拜观察，才会当评估后手医疗甲面部的重建。姓肖义务役士兵属于机步24女，今年5月接任伍。军方表示，迄当时所使用的是 T91步枪，进行例行性打靶射击。代志发生了后，确认事故的枪击完好，初步排除是枪管爆炸意外。我们相关的资讯，宪兵队昨天第一时间就来做侦查。是啊，那是不是其他因素？我们目前都在理清中。军事专家指出 ，T91步枪是目前国军使用的主流枪支，初步推测并不是枪支本身出问题。不过，为这支枪支会当正兵射击研判，士兵倒面受伤有被照疑点。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所发生的状况，就是不是在我们什么开保险，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，在不同的姿态之下。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。军事专家指出，军方应该对弹药甲流程全面检视，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原因。军方也指出，目前内部调查，宪兵队也伫23早起，步枪检察官指挥台中地检署也会立案侦办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